再來看家人哦，嘛有幾個路段崩山，樹啊去缀着鄰家厝，還有電火條斷去熄電，市政府已經在處理了。昨台北市的內湖做大水，今仔還有真儕店家哦，佮摒掃，嘛是佮無法度做生意。有國民黨的議員是批評講，台北市政府的團隊唔拿落實送去哦，是根本無說落實。台北市長蔣萬安今仔是佮去內湖來看災，嘛表示講會來檢討改善。大雨下甲有夠緊，佮有夠猛，家人通明街、東勢街等等路段發生土石崩落來，倒落去的樹仔直接缀佇咧人家厝，互附近的住戶是足驚的，就驚雨落袂停，引發更較大的災害。嘛無處理，即嘛佫吊人佫安尼落來啊，對啊，這若無處理哦，面頂迄哦嘛是佫會迄落。真危險。在地區公所緊急派人把倒去的路樹刷掉，救封鎖線，避免民眾發生意外。因為現場附近的電火條斷去外竄，有一寡所在已經停電，台電嘛在搶修。現在我們目前先把已經除好的樹枝先搬走出去，林務局才會進駐第二報的部分。然後陸續竹裡面的雨一直下來之後，會造成更多的傷害。鏡頭再來到台北，拜四的大雨，予內湖真正變作是湖。在咧金龍路，厝主嘛趕緊用抽水機來協水，因為真濟水電的機械攏浸在咧地下室，損失真惡算。突然間下那麼大，一下子就淹了啊！我們都來不及反應了，我們的工具都全部都泡在水裡面啦。工具就20-20萬的工具嘞。另外一邊內湖的文德路，雖講講水已經提起，啊，毋過真濟店家玻璃門，予大雨灌入去店內，已經無法度使用。為了清土沙，店家敢來當先暫停營業。玻璃也都破掉了，那邊全部都丟掉了，那沒辦法。面對內湖區淹水的災情，台北市長蔣萬安日落透早去視察，聽在地民眾的心聲，因講會加治水預算來改善排水系統。65億的治水經費，我們要將台北市整體降雨的容受力從78.8毫米提高到88.8毫米。雖講講縣市政府積極處理淹水狀況，不一個中央氣象署嘛提醒，拜五拜六全台灣天氣要是無穩定，民眾就要加注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